你知唔知道平時屋企用開嘅錫紙究竟係光面朝外定係瓦面朝外呢？如果用錯咗，隨時會令全家人食晒重金屬落肚。究竟你係咪嗰9成9用錯嘅人呢？各位平時經常落廚嘅朋友，或者平時只係幫手入廚房焗個雞翼、蒸條魚嘅街坊，唔知大家平時喺屋企撕開一卷錫紙嘅時候，有冇試過停低諗一諗，究竟呢張兩面睇落唔同嘅紙，應該用邊一面接觸食物，邊一面面向外呢？相信大部分人喺呢個時候，心入面都會浮現出一個答案，或者根本就係憑直覺隨手拉出嚟就用，覺得兩面咪又係同一張紙，邊一面朝外，邊一面朝內，有咩所謂呢？但係我今日要非常認真咁話大家知，呢個睇似微不足道嘅小動作，背後其實隱藏住影響全家人身體健康嘅巨大陷阱。如果用錯咗方式，或者用嚟包裹一啲完全唔合適嘅食物，你隨時會喺無聲無息之中，將大量嘅重金屬離子直接食落肚，長期落去，對身體器官造成無法逆轉嘅傷害。今日我除咗會深入拆解呢個困擾咗無數人幾十年嘅錫紙光面瓦面之謎，仲會揭開嗰種千祈唔好用錫紙包嘅致病食物。最後仲會同大家分享5個鼓勵唔到嘅廚房神級妙招，等大家可以將屋企卷錫紙嘅價值發揮到極致，既可以幫大家慳返大筆生活開支，又能夠慳時慳力。首先我哋先嚟搞清楚一個香港人習慣咗幾十年嘅名稱問題。我哋口中成日講嘅錫紙喺現今嘅科技同工業生產入面，其實9成9都已經唔係用錫嚟製造，而係用鋁嚟製造，學名應該叫做鋁箔紙。喺1910年之前，人類確實係用純錫嚟打造成薄紙嚟包裝食物，但係因為錫呢種金屬成本比較高，而且帶有一種淡淡嘅金屬異味，甚至容易令食物變味。所以喺1910年左右，科學家同工程師就發明咗用鋁材嚟代替錫材。鋁這種金屬產量豐富，重量輕微，延展性極佳，而且傳熱速度極之快，所以好快就全面取代咗舊式嘅錫紙。不過因為我哋香港人講習慣咗，所以口語上依然會叫佢做錫紙。但係大家心入面一定要有呢個基本概念，我哋手上面攞住嘅其實係一張好薄好薄嘅金屬鋁片。咁樣問題就嚟啦，既然係金屬鋁片，點解撕出嚟嘅時候會發現一面係閃亮亮嘅光面，而另一面卻係帶有霧面咁嘅瓦面呢？係唔係廠家故意設計出嚟，一面用嚟吸熱，一面用嚟隔熱呢？定係光面具有某種特殊嘅防黏塗層呢？我相信有高達9成9嘅人都曾經聽過身邊嘅親朋好友講過一套好似好專業嘅理論，例如話光面反射，熱力比較強，所以焗嘢食嘅時候要將瓦面朝外去吸收熱力，光面朝內去將熱力反射返俾食物，又或者相反，話光面朝外先可以更快將焗爐入面嘅熱輻射反射入食物中心，講到好似好有物理學根據咁。但係事實嘅真相可能會令大家大跌眼鏡。真相係鋁箔紙會出現光面同瓦面，完全係因為工廠喺製造過程入面嘅生產工藝所導致，根本就唔係廠家為了任何烹飪功能而特意設計嘅。喺工廠將龐大嘅金屬鋁塊壓製成幾微米咁薄嘅鋁箔嗰陣，需要經過一重又一重嘅鋼鐵滾筒去重複碾壓。當鋁片被壓到極度薄嘅時候，如果單獨一張鋁片過滾筒，鋁片好容易會喺高壓之下斷裂或者破穿。為了防止呢種情況發生，工廠嘅機器會將2張鋁片疊埋一齊，同時通過鋼鐵滾筒進行最後一次嘅碾壓。喺呢個壓製過程入面，同高精度光滑鋼鐵滾筒直接接觸嘅嗰一面，因為受到極高壓力嘅摩擦同拋光，就會變成非常平整同光亮嘅光面。而2張鋁片互相緊貼嘅嗰一面，因為係鋁同鋁之間嘅微觀摩擦，冇接觸到光滑嘅鋼筒，所以壓出來之後就會呈現出一種微觀上比較粗糙、反射率較低嘅瓦面。既然係因為生產過程而自然形成，咁樣喺平時一般嘅烹飪過程入面，例如焗香腸、焗雞翼或者包裹牛扒嘅時候，光面同瓦面喺熱力傳導上究竟有冇分別呢？科學家同食品工程師曾經做過精確嘅實驗測量，光面嘅熱反射率大約係88%左右，而瓦面嘅熱反射率則大約係80%左右。呢8%嘅微小差距喺我哋屋企焗爐幾百度嘅高溫熱傳導同熱對流面前，影響幾乎係微乎其微。烹飪時間嘅差異甚至連幾秒鐘都達唔到，食物嘅熟透程度亦都完全冇分別。所以喺一般情況之下，無論你用光面包食物定係用瓦面包食物，熱力效果係幾乎完全一樣嘅。不過呢度有一個極之重要嘅例外，亦都係大家非常容易忽略嘅安全隱患。
市面上有一啲專門用嚟焗蛋糕或者焗魚嘅防黏鋁箔紙，呢啲產品嘅其中一面係特別塗上咗食品級嘅有機硅防黏塗層。呢類防黏錫紙嘅防黏塗層通常只會塗喺瓦面或者光面嘅其中一面，包裝盒上亦會用好細嘅字清晰標明。如果你用咗呢種防黏錫紙，但係又冇睇清楚標籤，搞錯咗朝向，將冇塗層嘅那一面接觸黐底嘅食物，咁樣蛋糕或者魚皮就會深深咁黐住張錫紙，甚至喺你夾起食物嘅時候，將錫紙撕破，令到金屬碎屑黐喺食物上面，被你食落肚。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覺得，既然普通錫紙兩面傳熱都差不多，咁係唔係代表我哋平時可以隨便亂咁用，完全唔使擔心呢？答案係絕對唔係。因為真正致命嘅陷阱，並唔係出喺光面定瓦面嘅選擇上面，而係出喺你用錫紙嚟包裹同加熱咩類型嘅食物上面。呢個亦都係全港9成9嘅屋企人都曾經踩過嘅超大健康陷阱。大家不妨回想下，你喺屋企做飯或者出街食飯嘅時候，係唔係成日見到人用錫紙包住一條三文魚，入面落晒檸檬汁、牛油同鹽一齊去焗？或者係焗西式豬肋骨嘅時候，搽滿厚厚嘅番茄醬、黑椒汁同醋，再用錫紙嚴嚴實實咁包住放入焗爐。又或者係喺屋企做韓式泡菜、焗飯、酸辣粉，甚至係用醋同醬油醃製過嘅液煎。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成日都咁樣做，咁你就真係要提高警惕啦。因為呢個動作正正係將重金屬鋁大量溶解入食物入面嘅催化劑。金屬鋁雖然喺乾燥同常溫嘅環境之下相對穩定，因為佢表面會形成一層薄薄嘅氧化鋁保護膜，但係呢層保護膜有一個極大嘅弱點，就係極度怕酸、怕鹼同埋怕高濃度嘅鹽分。當酸性物質，例如檸檬汁、番茄醬、濃縮食醋、泡菜酸汁，遇到了鹽分同埋高溫，呢層表面嘅氧化膜就會喺幾分鐘之內被徹底破壞。失去了保護膜嘅金屬鋁會同食物入面嘅酸性分子發生化學反應，釋放出大量嘅游離鋁離子。呢啲鋁離子會迅速滲透入食物嘅湯汁、油脂同肉質纖維入面。高溫加熱嘅時間越長，酸度越高，鹽分越重，被溶解出嚟嘅鋁含量就會呈幾倍甚至幾十倍咁樣爆發式增長。你可能會問，食咗呢啲滲透咗鋁離子嘅食物落肚，究竟會有咩後果呢？人類嘅身體雖然有一套代謝系統，可以將微量嘅金屬排出體外，但係人體對鋁嘅排出能力係非常有限嘅。當你長期過量咁攝取游離鋁離子，呢啲重金屬離子就會通過腸道吸收進入血液循環，並且慢慢沉積喺你身體嘅各個器官入面，特別係腦部組織、骨骼系統以及負責過濾毒素嘅腎臟。喺醫學界同毒理學界，長達幾十年嘅研究已經證實，過量嘅鋁喺人體內累積，同中樞神經系統嘅退化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最出名嘅研究就係針對阿茲海默症，即係我哋俗稱嘅腦退化症或者老年痴呆症。雖然阿茲海默症嘅成因非常複雜，但係醫學剖檢發現，腦退化症患者腦部神經斑塊入面嘅鋁含量遠遠高於正常人。過量嘅鋁會干擾腦部神經信號嘅傳導，破壞腦細胞嘅正常代謝，加速記憶力衰退、認知能力下降以及智力退化。除咗對腦部嘅傷害之外，鋁仲會同身體入面嘅鈣質競爭，影響骨骼對鈣嘅吸收同沉積，長期落去會導致骨質疏鬆、骨骼變軟同埋易碎。對於發育中嘅小朋友嚟講，過量攝入鋁更加會直接影響腦部神經發育同骨骼生長，導致注意力唔集中、學習能力下降等嚴重問題。而對於年長者或者腎功能本身比較弱嘅朋友嚟講，腎臟無法及時排走呢啲金屬，更會加重腎臟負擔，形成惡性循環。世界衛生組織同聯合國糧農組織嘅食品添加劑專家委員會早就發出過明確嘅警告，設定咗人體對鋁嘅每周可耐受攝入量。然而，根據相關嘅食品安全實驗測試，如果人用錫紙包住加咗檸檬汁嘅魚肉，喺200度嘅焗爐入面焗30分鐘，食物入面嘅鋁含量可以比未焗之前暴升幾十甚至上百倍。只係食咗呢一餐，你單日攝入嘅鋁含量就已經輕鬆超過咗世界衛生組織訂立嘅安全上限。想象下，如果你屋企一個星期做幾次呢啲錫紙包酸辣食物、錫紙檸檬焗魚或者錫紙番茄焗骨，你同你嘅家人一年落肚嘅重金屬總量，簡直係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數字。咁樣我哋平時喺廚房入面，如果真係需要焗呢啲帶有酸性或者重鹽分嘅食物，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先係最安全呢？方法其實好簡單，而且成本亦都非常便宜。
第一個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改用烘焙紙，亦即係我哋平時講嘅牛油紙或者硅膠紙。烘焙紙係由植物纖維經過特殊處理製成，能夠耐受高溫，而且完全唔含任何金屬成分，更加唔會同酸性嘅檸檬、番茄或者食醋發生任何化學反應，絕對係包裹酸性食物進行高溫焗烤嘅最佳替代品。如果你覺得單用牛油紙包住食物，保濕效果或者封口效果唔夠，錫紙咁硬淨，你亦都可以採用雙層隔離法。方法就係先用一層烘焙紙或者牛油紙，將帶有酸性醬汁嘅食物嚴嚴實實咁包裹好，確保食物同醬汁完全唔會直接接觸到金屬，然後喺烘焙紙嘅外圍再包上一層錫紙。咁樣做既可以利用錫紙良好嘅塑形能力同保溫鎖水效果，又可以100%隔絕食物同鋁箔嘅接觸，徹底避免咗重金屬溶解落肚嘅風險。呢個小小嘅改變，只需要多花幾秒鐘時間，就能夠為全家人嘅健康築起一道最堅固嘅防線。講完咗錫紙嘅安全禁忌同正確使用方法，大家千萬唔好以為錫紙喺廚房入面就只係一個令人心驚膽戰嘅危險品。相反，只要我哋避開高溫同酸性食物嘅禁忌，金屬鋁紙憑借佢獨特嘅物理特性，包括極佳嘅導熱性、可塑性、金屬硬度以及電化學活性，喺我哋嘅日常廚房生活入面，其實隱藏住極之強大嘅實用功能。下面我就要同大家分享5個孤立唔到嘅廚房神級妙招，學識咗呢5招，保證幫你慳返大筆買清潔劑同工具嘅錢，仲可以幫你慳返大量做家務嘅時間同氣力。第一個妙招就係利用錫紙進行電化學還原，極速去銀器同銀色嘅氧化黑斑。相信好多朋友屋企都有幾件純銀嘅餐具、銀匙羹或者平時佩戴嘅銀首飾、銀戒指。銀器用久咗之後，因為接觸到空氣入面嘅微量硫化物，表面就會形成一層黑漆漆嘅硫化銀，變得非常暗淡無光。市面上買專用嘅洗銀水或者刷銀布，既貴又帶有刺鼻嘅化學味。其實你只需要準備一個普通嘅碗，喺碗入面鋪上一層錫紙，記得要將光面朝上，然後將你變黑嘅銀器放入去，鋪喺錫紙上面，確保銀器同錫紙有直接嘅金屬接觸。接住喺碗入面灑入1湯匙嘅家用食用小蘇打粉或者食鹽，最後倒入剛剛滾開嘅熱水，一定要係100度嘅滾水。喺呢個時候，神奇嘅事就會喺你眼皮底下發生。你會聽到輕微嘅吱吱聲，甚至聞到一股淡淡嘅硫磺味。只要短短幾十秒到1分鐘嘅時間，銀器上面嘅黑斑就會以肉眼可見嘅速度奇蹟般咁消失，重新恢復好似新買返嚟嗰陣嘅耀眼光澤。呢個過程完全唔需要你用力去刷去磨，背後嘅原理其實係非常高級嘅高中化學電化學反應。金屬鋁嘅化學活性遠遠高於金屬銀，喺熱水、鹽分同小蘇打形成嘅電解質環境之下，鋁會主動將電子轉移俾銀，將銀器表面嘅硫化銀還原成純銀，而硫元素則轉移到鋁箔上面。呢個方法既唔傷銀器，又完全唔使花錢買化學清潔劑，簡直係廚房入面嘅頂級魔法。第二個妙招係利用錫紙嚟磨鈍剪刀同刀具。屋企廚房嘅剪刀用久咗，切肉皮、剪雞骨或者剪包裝袋嘅時候，成日會變得鈍丁丁，咬住個袋或者肉皮剪唔斷，令人非常沮喪。去買個磨刀石返嚟磨剪刀，技術要求又高，好容易磨偏磨壞。呢個時候你只需要喺錫紙卷上面撕下一大張錫紙，將佢重複對接4至5次，擠成厚厚嘅一大塊多層鋁箔墊，然後攞出你把變鈍嘅剪刀，用剪刀嘅刀刃去不停咁剪呢塊厚錫紙，連續剪上20-30次。喺剪嘅過程入面，剪刀嘅雙刃喺切割多層金屬鋁箔之時，鋁箔會同剪刀嘅鋼鐵刀刃產生微觀層面嘅摩擦同校正作用。金屬鋁嘅質地比鋼鐵軟，喺剪切嘅瞬間能夠填充刀刃微觀上嘅凹坑同不平整，同時去除刀刃邊緣嘅微小毛刺同氧化物，相當於進行咗一次高精密度嘅微觀拋光同定型。剪完20-30下之後，你再拎呢把剪刀去剪紙或者剪食材，你會發現剪刀嘅鋒利程度提升咗好幾倍，剪起嘢嚟乾脆利落。同樣嘅方法，如果你屋企有切紙機、刨絲器或者小型嘅絞肉機刀片，用錫紙揉成小球去旋轉切割，亦都能夠起到極好嘅保鮮同提風效果。第三個妙招係用錫紙揉成球，做成無敵去污鋼絲刷，專門清潔燒焦嘅鍋底、烤網同埋水龍頭水垢。平時我哋喺屋企煎魚或者炒菜，如果一唔小心火大咗，鍋底燒焦咗一層厚厚嘅黑色碳化物，用普通嘅海綿刷根本刷唔掉。
用硬邦邦嘅鋼絲刷，又好容易喺高級嘅不鏽鋼或者鑄鐵鍋表面刮出深深嘅劃痕，破壞金屬光澤。呢個時候，你千萬唔好急住去買昂貴嘅去污膏，你只需要將平時用過但係冇沾上油脂同酸性醬汁嘅廢棄錫紙，隨手揉成一個拳頭咁大，表面帶有節奏嘅金屬球。喺燒焦嘅鍋底倒入少許熱水同洗潔精，或者灑上少許小蘇打粉，然後用呢個錫紙球直接喺燒焦嘅地方用力摩擦。因為金屬鋁嘅硬度低於不鏽鋼同鐵，但係又高於燒焦嘅碳化食物殘渣，所以錫紙球表面嘅無數個微小褶皺邊緣，能夠像幾千個小刮刀咁樣迅速將燒焦嘅黑垢刮落嚟，同時又絕對唔會對堅硬嘅不鏽鋼鍋底造成嚴重嘅金屬劃痕。除咗擦鍋之外，呢個錫紙球拿嚟擦烤箱嘅烤網、BBQ 嘅燒烤架，甚至係水龍頭上面積聚咗幾個月嘅硬水水垢，效果都好到令人驚嘆。擦完之後用水一沖，金屬表面光亮如新，既廢物利用，又幫你慳返買洗潔精同鋼絲刷嘅錢。第四個妙招係利用金屬鋁極高嘅熱傳導率，幫食材進行超高速解凍同極速保鮮。喺日常生活入面，我哋成日會遇到一個頭痛嘅問題，就係臨做飯之前，先記得未將雪櫃冰格入面塊凍肉拎出嚟解凍。如果用微波爐解凍，邊緣好容易會被煮熟變硬；如果浸喺水入面，又會流失大量嘅肉汁同鮮味。呢個時候，錫紙嘅超強導熱能力就能派上大用場。你可以將需要解凍嘅塊狀、牛肉或者豬扒用錫紙緊密咁包裹好，或者直接將凍肉放在一張大錫紙上面，再喺凍肉上面壓上另一個倒扣嘅金屬平底鍋或者另一張錫紙。因為鋁嘅導熱係數係空氣嘅幾百倍，佢能夠極之快速咁將周圍環境入面嘅室溫熱能傳導到冰凍嘅肉類中心，同時將肉類內部嘅冷氣迅速散發出去。用呢個方法解凍，速度比自然放在台面快上3至4倍，而且因為唔需要浸水，能夠完美鎖住肉類嘅血水同鮮味汁液。相反，如果你想極速凍結一啲醬汁或者新鮮嘅肉類，將佢哋用錫紙包好，放入雪櫃、冰格，鋁箔亦能夠喺最短時間內抽走熱量，實現工業級嘅極速冷凍，從而最大程度保持食材嘅細胞結構唔被冰晶破壞。第五個妙招係利用錫紙嘅阻隔光線同空氣特性，幫屋企嘅香草、生薑、蒜頭同蔬菜實現超長待機保鮮。好多屋企買返嚟嘅生薑、蒜頭、芹菜或者香菜，放在雪櫃入面唔夠幾天，要麼就係因為失水而變得乾白白，好似老樹皮咁；要麼就係因為濕氣太重而發霉發芽，爛成一塌糊塗。特別係生薑同芹菜，保鮮嘅關鍵在於既要隔絕光線同外部嘅空氣，又要防止水分嘅過度蒸發，同時仲要避免塑膠袋產生嘅水蒸氣凝結造成腐爛。你只需要將新鮮買返嚟嘅生薑或者芹菜唔好洗水，直接用錫紙將佢哋嚴嚴實實咁包裹起嚟，將空氣 lift 出去，然後放在室溫陰涼處或者雪櫃嘅保鮮格入面。錫紙能夠100%阻隔光線，防止生薑或者蒜頭感受到光線而發芽。同時，錫紙嘅金屬屏障能夠精準鎖住食材自身嘅微量水分，又唔會像塑膠袋咁樣積聚大量水珠，導致發霉。用呢個方法，保鮮嘅生薑同芹菜放在雪櫃入面保存幾個星期，甚至1個月，打開嘅時候依然好似剛剛從街市買返嚟咁樣鮮嫩多汁，大大減少咗屋企浪費食材嘅情況。長期算落嚟，幫你慳返嘅菜錢絕對唔係小數目。講到呢度，相信大家對屋企呢卷睇似平凡嘅錫紙已經有咗一個全新同埋極之深刻嘅認識。廚房入面嘅每一件物品，只要我哋搞清楚佢背後嘅科學原理同物理特性，就能夠化腐朽為神奇，既可以避開影響健康嘅毒素陷阱，又能夠將佢變成提升生活品質嘅神兵利器。由今天開始，大家不妨去檢查下自己屋企嘅廚房，睇下平時焗嘢食嘅時候有冇用錯錫紙包酸性食物。如果有嘅話，記得立刻改用牛油紙或者雙層隔離法。同時，亦都可以試下將今日學到嘅呢5個錫紙妙招應用喺日常生活入面。無論係磨剪刀、清黑斑、洗燒焦鍋，定係幫食材解凍同保鮮，相信都會帶俾你意想不到嘅驚喜同便利。健康嘅生活習慣同智慧嘅家居妙招，往往就隱藏喺呢啲微不足道嘅小細節入面。希望今日嘅內容能夠真正幫到大家。等大家同家人喺享受美食嘅同時，亦都可以食得安心、住得舒適、生活得更加聰明。